家係2025年10月16號啊，而家下晝3點半咁上下，啱喺百佳買啲生果咧，哇！百佳真係撲街，打開嚟睇睇，哇！呢啲嚟個直頭擠個爛嘅落去嘅，就咁冚住。當時即係百佳咧，真係有咁百佳得咁百佳，啲好明顯啲員工咧，直頭咧將呢個蘋果啊，將爛嘅執一個落去，因為佢當時係咁樣黐住啲膠紙嘅，黐住啲膠封住啲膠紙啊！睇先睇咩到先，封住啲膠紙啊！即係你一般睇唔到噶嘛，打唔開唔到噶嘛，除非你要拆開嘅啫。哇！呢個百佳啊，真係冚家產啊！李生真係李生咧做真係幾廿歲都做壞事啊！即係話力不到不為財啊！阿李生真係好大嘅嗰個點講啊，好大嘅責任啊，好大嘅 PK 啊！好多時買嘢都係有啲咁嘅情況，但係今次直頭離曬譜，明顯就係將啲生果咧就重新包裝爛嘅擠過去啊！雖然個價錢啊，我冇睇到價錢話睇先，係啊係平啲嘅，但係哇好有問題，好有問題。